我是在地新闻，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嘉乐所生产的手工卵卷，用料计数拢真实在，生理一直拢真袂歹。去年卖超过170万支，今年照常嘛是卖甲强强滚。还佫有屏东嘉乐的手工豆油，家己看守所的保养品嘛是同款，小济人订，小济人买。 工作人员是手伫制作鸡卵卷，大气的品质当然豪华感动。这是台南嘉乐最有名的手工鸡卵卷。手工的鸡卵卷用料实在，价小佮俗，正做时行的看手礼。去年卖170万支，若过了过年你要到一个开放注文，大家都拢订了了。那总共有3圈半，那长度有25公分。12月开始春节的一个订购不到半个月全部都已经额满。 用古早手工落去豆油，传统的风味加起来甘醇。这是屏东嘉乐出产的手工豆油，业绩同款下叫。去年的成长大概是将近7%，这个3大节期间要排的可能要比较长一点，放的话2、3个月跑不掉。 金丝血元宝是手工地裤，家己看守所做的保养品、化妆品、清洁用品，同款真实环境。保养品的部分，我们会把所有人 借送去工厂，然后参与制作。交警署特别推荐10大看手礼，乌豆豆油、金枣酥粒鸭、烤地油和面线，还有地鸡精、鸡卵粿品质嘛拢真赞。年仔节来你要到，民众送礼拢会当帮参考看卖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